其他陣容換住嚟搭配，可以實現到無級變速。2025女籃亞洲盃小組賽第一場，東道主中國女籃51分大勝印尼，女籃12個球員全部登場，全部有得分。呢場比賽嘅內容係遠遠比懸殊嘅數據對比要重要。呢個係18歲嘅張子宇第一次代表國家隊出戰大賽，未來女籃嘅內線或者係佢嚟撐起。呢次女籃陣容裏邊係冇徵召到喺 WNBA 飛翼效力嘅李月宇，李夢個人原因冇入選。內線正中鋒佢就係得2.11米嘅韓旭同2.26米嘅張子宇。女籃主教練龔路明分別試咗單中鋒、冇中鋒同雙中鋒嘅陣容，特別係最後1分半鐘嘅雙中鋒陣容，為球隊嘅戰術體系描畫咗一個更多想像空間嘅未來。關鍵係要等張子宇盡快同球隊磨合，揾到感覺。全場13分、4籃板、2助攻、1個封蓋，正負值全隊最低嘅正7。對於張子宇嚟講，數據唔代表乜嘢，佢仲喺度適應緊球隊嘅戰術體系，包括一啲個人去落低位嗰陣時冇完全將重心壓落去，擴大自己圓柱體，結果俾咗對手喺下盤發力影響佢嘅機會，包括一啲食位嘅步伐同埋一啲上肢對抗動作，仲有磨練空間。只要張子宇呢一點可以將個噸位優勢發揮出嚟，配合埋被包夾之後有足夠嘅傳球視野，咁單中鋒有佢嘅呢一套陣法咧就有咗基本。韓旭嘅單中鋒空間感會更加強，5小空間感係最強，而雙塔可以用高低位、高傳高去硬拆內線。呢個係一套可以最少達到4檔調速嘅陣容，其他陣容換住嚟搭配可以實現到無級變速，變化好豐富。而家只不過啱啱開始，公子度要嘅唔單止係大勝，仲要係大幅提高到張子宇同球隊嘅化學作用。世界排名第4，呢一屆賽事實力榜排名第1嘅中國女籃，主要競爭對手係世界排名第2，因為少咗6個 WNBA 球員而排喺實力榜第2嘅澳大利亞。仲有日本女籃，杜嘉夫萊夢回歸之後，平均身高係有所提高，世界排名第9，佢哋實力榜排喺第3位。呢兩支球隊會喺第2階段先至同中國女籃相遇，而中國女籃嘅目標係冠軍，唔單止希望喺屋企門口衛冕，仲希望可以攞到唯一嘅直通女籃世界盃嘅席位，為新嘅奧運週期去奠定基礎。